你今次所見嘅畫咧，係我呢幾年嚟嘅一個沉思，係辛苦俾我一個空間去再思索，而得到嘅所思所感所悟，而做咗呢批畫出嚟。今次嘅畫展嘅概念咧，就係將中西嘅哲學咧溝埋一齊。咁我用咗荒誕主義啦，同埋佛經入邊嗰種無我咧，去 combine 去做一個畫展，就以敦煌嘅壁畫同埋飛天咧做一個element 嗰個元素咧去做呢個效果。因為中國畫咧最後講嘅物我兩忘無自性，咁變我又想可唔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去做到一種無自性個效果啦。今次咧就做咗一個長卷，大概就51尺。咁呢個長卷咧個意念就嚟自《金剛經》就入邊一個説話，就如夢如幻如泡影，應作如是觀。咁而呢個畫嘅構造咧個參考資料就用咗《千里江山圖》韓思曼嗰個山水畫嚟做一個韻律而設計而成嘅。而中間嗰啲個世界咧個環境咧就用咗敦煌壁畫入邊嘅唔同嘅元素啦，譬如有三角形、正方形、圓形，去重新組合做一個新嘅世界出嚟，中間都會加插好多飛天喺中間穿插而成嘅。